好，而家影翻俾你睇，換咗4個轆，1、2、第3個轆啦，同埋第4個轆，係啦，見到啲金屬咧都明顯係好光鮮嘅。咁而家試試嗰個暢唔暢順先啦。係啦，我都細力啦，費事咁大力撞到，係啦，少少力都差唔多去到尾啦嚇，咁就小心啲用啦嚇，因為你撞得多咧，啲螺絲鬆晒咧，或者嗰啲配件咧就損耗得快啲咯嚇。唔該晒先，拜拜。